黎明喺中環海濱為1連3日嘅 Dragonland Music Festival 打頭陣演出，舉行一場黎明 Leon's Penguins in Live 2017演唱會，同大家玩 One Night Stand 啊！事不宜遲，即刻睇下當晚嘅情況先啦。嗱，識睇黎明演唱會咧，就一定唔係齋聽歌噶啦，仲要聽下 Leon 有咩新金句啊！呢晚 Leon 發表咗佢嘅垃圾論啊！發現一個好特別嘅狀態，有陣時我去朋友啲 apartment 度見佢咧，咁佢開門，佢想倒垃圾，跟住閂門，咁我哋唔係倒垃圾嘅，得唔好？等隔離嗰個閂咗門我先倒。我話你識佢嘅？唔識喎，都唔識驚咩啫？費事打招呼啊嘛！以前我哋見到啲婆婆倒垃圾啊，或者隔離倒垃圾啊，都會喂咁啱啊，係即係個 hi 字。而家咧，我覺得唔 hi 啊，唔笑一笑啊，都開始冇埋。大家明唔明 Leon 想講咩呢？其實佢係想呼籲大家要互助互愛，多啲關心身邊嘅人，唔好咁冷漠啊！係咪即刻成個人 warm 晒呢？嗱，再 warm 啲都有啊！有請明復合出場。從來是着得無形係努力，默默地狂做嘢當會驚，為鬥到好辛苦，下下要分勝負，明明其實各自有自己喜惡，答錯也可高呼，答對也許錯。另外 Leon 透露咧，除咗呢一晚演唱會會見到佢之外咧，第2晚同第3晚 show 都會見到 Leon 噶。不過佢就唔係表演，係同大家一齊做觀眾啊。聽晚仲有 DJs， 後晚仲有歌手外國嘅，我會湊啲朋友一齊參與，因為我聽晚都會嚟做觀眾。原因一齊，我要同你哋企喺同一個角度裏邊睇翻人哋唱歌。邊個可以抽到同 Leon 一齊睇 show 就一定開心死噶啦！不過抽唔到都唔緊要，最緊要係呢晚睇到 Leon 啊嘛！去到演唱會尾聲 ，Leon 送俾大家最後一首歌《我的親愛》。而為何心中總有情意在？你在我心頭像永遠沒變改，是我的寶貝親愛。雖然演唱會已經曲終人散啦，但係事後有歌迷投訴，C1區被一層樓高嘅高台阻擋視線，大部分時間咧都欣賞唔到黎明喺台上面嘅演出。我哋聯絡過製作單位同埋 A Music， 佢哋首先致歉，另外指高台係 panel 位置，係巨型嘅工作台，並非歌迷所指嘅貴賓席，亦都唔涉及僭建嘅問題嘅。